好多籃球手都深信，投籃時如果射出一個優雅嘅高弧度，就掌握咗進球黃金法則。呢個諗法究竟係經驗之談，定係背後有科學秘密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籃球場上嘅呢個謎題。其實高弧度投籃唔單止係直覺，而係有堅實物理學同數學原理支持。當籃球以較高拋物線軌跡飛向籃筐時，佢垂直進入籃筐嘅有效角度會闊得多。一個更闊嘅入口，自然更容易成功進球，係咪？科學同數學模型證明，最佳投籃弧度能最大化入網機會，因為佢擴大咗籃筐嘅視覺面積同容錯率。所以，下次準備起手時，瞄高啲，俾個波飛一個靚拋物線，你嘅命中率絕對會即刻提升。